迎大家嚟到食安這一班嘅開學禮，一齊迎接新學年。咁啱今日都係世界食品安全日，大家都要提醒下身邊嘅屋企人同朋友仔多啲留意食物安全啊。而我哋今年嘅學年主題亦都同食安息息相關，就係交叉污染啦。有冇同學仔知道係咩呢？我知，即係由受污染食物傳播細菌去到其他食物。仲有，間接經由受污染嘅手、設備、工作面、器具同水花都可以將細菌傳播去其他食物㗎。睇嚟大家對交叉污染都有啲認識，未來日子都要繼續努力學習食安知識啊！依家派緊嘅係給居家食物處理者及照顧者的食物安全百科，同埋學校和幼兒機構確保食物安全實務指南，大家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睇，學習下在家同在校安全處理食物之道啊！等咗咁耐，終於可以抽 Pokeball 卡啦！做咩啊，手套仔？點解抽到好卡都唔開心嘅？好難抽噶喎！唉，我本身啲卡全部都係熟食系，但呢塊究極砧板係用嚟切生嘅食物，我都用唔着。咁啱啦，你俾我。喂啊，包包，你俾翻我啦！包包同學，你啲卡都係熟食系喎，呢張卡反而啱生食系嘅玩家多啲。關你咩事啊，一把刀！我知啦，你一定係想要呢張卡啦。唔好以為你係班長，我就會怕你啊！翻去你個生食區啦，唔好過界啊！我點知你會唔會惹埋啲細菌過嚟噶？你以後就留喺呢個圈入邊，唔好過界啊！老師，頭先一把刀行過嚟熟食區啊，係你哋講過話生熟要分開，唔係可以交叉污染噶嘛？我先幫佢劃翻個區咋，叫佢唔好過界啊！包包同學，你講得冇錯，生熟食物係要分開處理，咁先可以減少交叉污染。但大家都係同學，記得互相提醒，都要有禮貌啊！其實預防交叉感染，除咗要用專用煮食用具，最重要係清潔衛生。如果真係要用同一套用具處理生熟食物，每次使用之後都一定要徹底清潔同消毒。例如用完把刀切咗生雞，一定要清洗乾淨同消毒，先可以再用嚟處理沙律，唔可以求其抹一抹就再用噶。最好就係有獨立用具，例如唔同顏色嘅砧板、刀，專門處理生食、熟食同即食食物，咁就更加安全啦。生日同學，你都一齊落嚟做體操啦，好好玩噶！我唔要同佢玩啊，佢成個人都血淋淋咁，點知會唔會搞到我都變紅色噶？唔好咁講啦，包包，大家都可以喺操場玩噶嘛。我唔理啊，總之呢嚿肉就唔可以過呢條界啦。生肉同學，發生咩事啊？話俾老師知啊！頭先體育堂，包包同學叫我唔好行入操場，驚我同佢哋一齊做體操出汗會甩色。係咪因為我係生食，所以唔可以上體育堂啊？無論係生定熟嘅同學，都可以一齊上堂學習。等老師陪你返去操場啦。老師，你唔好聽呢嚿肉亂講啊！我冇恰佢噶。包包同學，雖然同學仔有生熟之分，但操場上都有為生熟同學劃好唔同區域，只要冇過界，以禮相待，大家都可以喺專屬位置做晨操。知道啦。講到生熟食物，一律建議分開處理，特別係大量儲存食物嘅時候，例如喺學校飯堂或餐廳，最好用2個雪櫃分開存放生嘅食物同經煮熟或即食食物。如果得1個雪櫃，就要劃分上下層，將即食或經煮熟食物冚好放喺雪櫃上格，生嘅肉類同海產冚好放喺下格，避免生食嘅汁液滴喺熟食上。預備食物嘅時候，要劃分翻獨立食物預備區，分別處理生食、熟食、即食食物及高風險食物。千祈唔好擅自更改區域用途。如果要喺同一個區域處理唔同類型食物，每次使用之後要徹底清潔同消毒啊，咁就可以大大減低交叉污染嘅機會啦。手套仔，我哋一齊去洗手，再去小食部買咖喱魚蛋撈麵。我想自己去洗手啊！你講咩話？我聽唔到喎，快啲行啦，唔係好快賣晒噶啦。唔係啊，真係唔可以一齊洗手啊！洗手啫，怕咩醜啊？因為我有超能力啊，我驚會嚇親你啊！超能力？你講笑咋話？係咩超能力啊？我屋企世代都係手部衛生守護隊，每個人都有換手套嘅超能力，只要每完成一項工作就要換一次，維持手
部潔淨同埋衛生，唔係就會對細菌失去保護力，會有性命危險噶。哇，我都好想有你呢種超能力啊！你做乜驚俾人知喎？我驚大家知道咗會當我係異類啊嘛。冇事啦，手套仔，維持手部衛生係好事嚟。我成日都覺得自己洗手洗得唔乾淨，可唔可以教下我有咩秘訣啊？良好嘅手部衛生可以有效減低食物受到交叉污染嘅機會，所以大家喺處理食物前後，又或者喺準備食物過程入面整污糟咗雙手，都要記得先洗手啊！手套係有助安全處理食物嘅工具，但唔可以代替洗手㗎，所以戴上手套前、脫下手套後及更換手套時要先洗手，同埋要定時更換手套。好似戴手套處理垃圾同接電話後，就唔好再用同一對手套處理食物啦。今次我哋校園開放日都係繼續以食物安全做主題，知道大家都未必整過嘢食，我哋今日會一步步教大家親手整三文治。包包同學因為唔舒服嘔，為咗避免傳染同學仔同污染食物，所以已經早退啦。大家首先用清潔嘅專用毛巾、熱水同埋清潔劑清洗工作台。如果喺食肆、食物工場，仲要定期用食品級消毒劑或者滾水消毒，確保乾淨先開始處理食物。清潔劑係化學品，用完之後要放返喺專屬區域，唔好擺喺食物隔離，要分開存放啊！我哋開始整嘢食前，要先洗手，再切開即食食材，番茄、西生菜同埋麵包。記得用刀同砧板前都要清潔乾淨先啊！最好就係用唔同顏色嘅刀具同砧板，分別處理熟食或即食食物同埋生嘅食物。手套仔同學，預備食物要喺清潔組嘅工作台上面啊！大家好似都差唔多完成啦喎，記得整完之後要處理翻啲垃圾啊！燒賣同學，你漏咗最後呢個步驟，就係要冚好垃圾桶，咁先可以防止交叉污染同埋害蟲老鼠出沒，保持衛生。仲有處理完食物、垃圾同埋接觸唔乾淨嘅物品之後，都要洗手啊！大家覺得今日嘅煮嘢食體驗點呢？好玩好食。食物業場所包括廚房、食物房、廁所同食肆座位間嘅清潔，定時同喺有需要嘅時候用1:99稀釋家用漂白水消毒。如要清理嘔吐物或糞便，記得要用1:49稀釋嘅家用漂白水消毒，以保持清潔。記住今日學過嘅入廚 tips，由環境衛生做起，一齊防止交叉污染啦。好。